大家好，我係晉偉嘅徐師傅，係咪？我入行超過咗35年。上海炒粗麵就好老派嘅一個上海菜啦。咁就首先椰菜洗乾淨之後，再放出鑊個底部。咁上邊咧鋪上豬肉絲，咁就冬菇絲。最面頭就放入上海粗麵。加咗生抽、老抽之後，就俾少少味，就加入上湯，就俾少少油，放上去上海罐就燜或者烤，大約煮4分鐘，收乾水分，跟住就攞翻落嚟大爐就慢慢再炒，定啲就再少少汁，所有汁收晒到面入邊，咁就啲麵就先鋪落咗個碟嗰度。咁有啲椰菜嗰度、燉肉絲嗰度咧，就另外即炒，鋪翻喺面頭，咁就完成咗個上海炒粗麵。